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说到恒大，今天联合早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的报道了，描述了恒大海上威尼斯的真实现状。它的标题叫恒大海上威尼斯，从浮华喧嚣到沉暗寂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海上威尼斯项目啊。这个位于江苏启东，也就是上海对面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文章说，在中国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年代，恒大集团豪掷300亿元人民币的海上威尼斯是最激进的代表。如今繁华褪去，停驶的贡多拉、斑驳的欧式雕塑，曾让购房者趋之若鹜的高楼洋房，既留下当年楼市黄金年代的印记，也透出璀璨过后的荒凉。实际上，这个恒大的海上威尼斯就是中国楼市的一个缩影。从客厅6米的落地窗向外眺望，灰顶黄墙的中西混搭风别墅成片，翠绿的安大略湖环绕其间，水面纹丝不动。这里不是加拿大，而是位于中国江苏东南角100万人口启东市的一个滨海住宅小区。69岁的张志良从窗口转过身，面带笑意地问：“我家的风景还不错吧？”除了安大略湖，这个住宅小区内的人工湖还有欧洲的加尔达湖、日内瓦湖、俄罗斯的贝尔加湖以及浙江的千岛湖，5大湖泊水系贯通，再由46座风格迥异的桥梁连接。这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2012年开盘走上巅峰期的力作，叫海上威尼斯。说10年过去了，如今安大略湖水面漂浮着一层深绿的藻类，码头的细船桩爬满铁锈，岸边的小木船木板开裂，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沉入浑浊的湖水。这个叫上海后花园，买到即赚到，赶上楼市狂飙最后的疯狂。在张志良记忆中，2016年是中国房地产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当时买房要靠抽奖，运气不好根本排不上号。那个时候买房是根本就不会考虑说房子会跌价，人们只恨自己运气不好，没有抽到签，不符合购房标准。说看房那天啊，他没和家人商量，当场就拍板交了2万元定金。张志良告诉联合早报说，他印象中小区大门气派的塔楼和圆形拱门就像美国总统的白宫。像张志良这样步入退休年龄的上海大爷大妈，是海上威尼斯瞄准的主要目标对象。楼盘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江苏省，但与上海的直线距离仅50公里，而靠海而优美环境，因此也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实际上像这种地方很多，名称不一定一样啊，比如说紧靠通州的燕郊，离深圳不远的惠州。总之他们因为挨这个巨型城市，而这个因地理位置优越而得名。说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后，中国正式开启住房商品化时代。之后的10多年里，中国楼市一路高歌猛进，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官方数据显示，1998年到2018年20年间，房地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就是 GDP 的贡献从4%大幅增长到10%以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坐上火箭，从1998年500亿猛冲至2018年的超过6.5万亿。托举这场地产盛世的是扶摇直上的房价。一线城市房价从1998年每平米3000元飙涨到2018年的5万元以上。一线城市房价从3000，这个3000我有发言权。我记得2003年北京站附近，大家记住北京站那一带，那绝对是核心，离天安门就1、2站地，那地方房价就6000多一平米，那是2003年，没听错，是6000一平米。联合早报说，一线城市房价从1998年每平米3000元飙涨至2018年的5万元以上，涨了近17倍。开发商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998年的3580亿元暴涨至2018年的逾12万亿元，增幅近34倍。迅速膨胀的房地产催生出一种近乎狂热的投资信仰，房价永远涨，买晚了只会更贵。因此无论是城市核心地段的住宅，还是远郊新区的新盘，只要开盘就不缺买家。人们笃信房产是
是财富增值的硬通货，而恒大恰好是那个楼市疯狂年代最激进的代表。海上威尼斯开建的2006年启东市常住人口刚过110万，这个项目计划修建住宅46000户，容纳住户10万人，这就是造一个城。那欧洲很多小国，那城镇一个城镇都没有10万人，你看这样在这儿就一个开发商搞一个住房项目，他就要10万人，而启东一共才110万，那就是相当于启东的1/10个人都要住在这个项目里面。这么疯狂的想法，无论恒大或当年的投资者都信心满满的认为这个愿望不无可能。凿河造地9000亩规划，高杠杆燃烧幸福想象。但为了造出东方的威尼斯，恒大投入重金开挖河道，围海造地，规划建设用地9000亩，相当于83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创下全球旅居配套规模最大的滨海社区纪录。在整个中国房地产的急速扩张期，恒大也拉高杠杆，加大投资，仅海上威尼斯一个项目便砸下300亿元，高杠杆率让恒大迅速膨胀。2016年成为总资产万亿的中国第一大房企，也将创始人许家印推上中国首富宝座。海上威尼斯2012年开售时，恒大在上海设立多个站点，免费接送客户到启东看房。开盘当天销量便突破20亿，创下当时长三角楼市销售纪录。4年后3期开盘，再以超28亿的销量刷新纪录。当时接送上海买房大军的大巴浩浩荡荡，一天就超过200辆。我的印象里面是2000几年啊，那些在北京接人到燕郊看房的，甚至有的项目把售楼部搬到北京，就是燕郊的项目，售楼部在北京。一到节假日，一到周末，各种看房班车就把大批的北京人还北漂拉到燕郊。燕郊的各个项目就像菜市场一样，人头攒动，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联合早报说，上海人温大叔曾是资深看房团一员，辗转中国多地寻觅投资机会。他记得2012年第一次到海上威尼斯时，房价仅2000元出头，当他2016年真正出手时，房价已飙升至7000元。这个我的印象里面，北京的房价呀，在2008年以后，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低迷了一段时间，到2012年、13年好像都一直比较低迷，即便涨它也非常慢。我的印象里面，在深圳甚至出现断供潮。我记得那时候深圳什么梅林关什么那房子才6000多一平米，7000多一平米，很多人买了房之后房价在跌，他们受不了就弃贷断供。而他这个恒大威尼斯项目2012年开盘才2000多一平米，到2016年再去买的时候已经涨到7000。他说尽管楼盘周围数公里依旧是人烟不多的村庄和农田，这名精明的上海投资者还是毅然的上了车。温大叔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一段当年看房视频，画面中他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与售楼处献唱的俄罗斯美女合影留念，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沉浸在歌舞声中，抱着房价永远涨的幸福想象，他们全情投入这场财富盛宴。10多年过去，联合早报记者4月下旬一个傍晚抵达售楼处时，宏伟的欧式大楼依然矗立，只是3层挑高的豪华大厅内漆黑一片，空无一人。联合早报给恒大威尼斯配了一个图，这个图是一个晚上，整个恒大威尼斯就像一个鬼城，住宅区亮灯率不足10%。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很多3线、4线城市，那可以说是叫比比皆是。楼市神话不可复制，超级大盘沦为钢筋孤岛。但长期高杠杆背后是潜伏着的巨大危机。为避免风险爆发，中国官方2016年首次提出房住不炒，2020年又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3道红线，强迫房企去杠杆和压减负债规模。中国楼市迎来深度调整。2020年，泰禾集团、天房集团等逾100家房企相继陷入债务违约，曾2次险渡难关的恒大，最终在2021年轰然倒塌，官宣中国房地产行业步入下行周期。2年后的2023年，当恒大披露财务报告时，公司惊人的财务规模仍令市场哗然。仅在2021年到2022年，恒大净亏损就高达8120亿元。更触目惊心的是，截至2022年底，公司总负债已突破2.4万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中国 GDP 的2%。新加坡管理大学理工
关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杠杆有扩大器的作用，市场好的时候杠杆越高赚得越大，但市场下行时杠杆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越高的往往最先败下阵来，这就是俗称的成也杠杆，败也杠杆。从供需角度来看，傅方建指出，中国人均房产面积已超过40平米，房产供给已经不少，但问题在于开发商一方面错误估计供需关系，另一方面犹如惯性也无法立即刹车，实际上就是叫路径依赖。因为在之前政府也几轮或者是市场自身导致的房地产调整，有很多房企就爆雷了，但是也有很多房企涉险过关，赌对了，他们赌中了政策要救市，有什么涨价去库存。2015年开始我记得北京市房价最疯狂的时候是2017年，一天一个价，之后突然在2017年的某一天，北京市出来了那个4限政策，北京的这个房价应声而下。在傅方建看来，他说本届政府下定决心整治房地产问题，从房地产拉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没能跟上房企被淘汰掉，属于必然之伤。另有专家受访时也指出，而中国房地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保值乃至增值的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按照过去的方式再去投资，想要复制当时的神话那就不现实。中国已进入住房总量过剩年代，房价分化还会进一步加剧，而且这个过程中好的愈好，坏的愈坏，马太效应将更加显著。回想当年偏远地区政府由于依赖土地经济，愿意一次性卖地换取财政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偏远的启东会出现在海上威尼斯这类超级大盘。类似的案例还有州贵阳的花果园，江苏居庸的碧桂园凤凰城。在我的印象里面，这贵阳的花果园它没有烂尾，好歹人是住进去了，好像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楼盘，里面住了几十万人。房地产资深业内人士指出，这类超级大盘常出现的问题是，楼盘周围缺少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无法撑起入住率，入住率低又会进一步导致物业维护困难，商业配套缺少人气，也无法存活，陷入恶性循环。在整个过程中，业内人士说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拿到了，开发商房子卖出去了，购房者首物废的资产却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展望海上威尼斯这类楼盘的后续发展，傅方建认为，尽管官方目前推动楼市止跌回稳，但这类楼盘不会是首要援助目标，只有等经济周期再次上行时，才可能有购房者愿意投资。无悔房价腰斩，自住涨跌无所谓，这是联合早报说。他说，张志良2016年以每平米8000多元的价格买进海上威尼斯的顶层公寓后，房价最高时曾涨到17000，就翻了1倍，也辉煌过。从最开始的2000，最高涨到17000，那也涨了8倍。他说，不过近2年房价大幅回落，再次回到8、9千元区间。比如恒大暴雷，张志良不愿多谈，只轻描淡写的说，恒大出了点事情，但他所在的别墅区已经止跌。买入高层的温大叔，眼看房价从7000元跌到4000元，但他显得颇为豁达，反正钱留着也是废纸，房子放在这里还可以架起来住，这个就是心态好。不过他赔的不多。联合早报记者在小区里采访到住户，大多都不后悔当年的购房决定。一名养了2只迷你宠物狗的上海大妈说小区比上海空气好，一天能遛狗3回。另一名移居海外多年的上海阿姨淡然地说反正是自己住，房价涨跌无所谓。小区内高密度的房产销售门店以及门外密密麻麻的待售房源，诉说的是另一个故事。房产中介们熟练地编织了新的销售话术，现在入手就是抄底，是割第一批业主韭菜。第一批业主的代表就如曾一口气买下半栋楼却一天没住过的温州炒房团。记者随房产中介看房时，中介轻车熟路地从消防栓里摸出钥匙，推开大门，3室1厅的格局仍保留交房时的模样，只是太久无人居住，雪白的墙面以及泛起潮斑，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轻逝。房产中介信心满满的推销，楼盘已成为国家4A 级风景区，由当地政府接管，成为启东对外发展的名片，不会因为恒大倒了就进行不下去了。然而
当温大叔试图联系当地行政部门确认时，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直接负责小区事务。恒大当初承诺的配套医院尚未完工，运动场烂尾多年，业主只能自力更生。说相比之下，海上威尼斯的住户已算幸运，至少他们能住进自己的房子。隔壁的融创滨海度假城，业主们仍在苦苦等待交房的那一天。我这个启动很厉害，搞了个恒大的海上威尼斯，还有一个融创滨海度假城，这心得有多大呀？一名业主在社交媒体上道出心声，说我们曾无数次梦想在这个新家中共度的每一个温馨瞬间，但现实让这份期待变得既漫长又复杂。他们仍在等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一天，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一天何时才会真正到来。很多人把这房子买来都准备养老的，都是更多的恐怕是上海人，准备退休以后就在这儿住，这儿宽敞，空气也好，离上海也不远。说下午2点，海上威尼斯里一栋别墅内逐渐热闹起来，年长者陆续到来，有的对着墙镜练习舞蹈，有的在客厅唱歌，有的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这是小区老年人抱团养老闲聊室。别墅内客厅装上一整面落地镜，被改造成练功房，一间卧室变成美容室，另一间则化身茶话间，屋檐下支起了台球桌，小院里开辟了菜园。场地创办者张元之告诉联合早报，他2020年和家人一起搬进小区，注意到区内年长者人数众多，但休闲活动寥寥无几，于是萌生了设立一个老年活动场所的想法。抱团养老闲聊室目前已吸引了数百名年长者定期参与。张元之目前正在开发一款手机小程序，将服务范围从文旅活动扩展到日常生活，买菜代购、快递代取、家电维修。他目光坚定地说我的目标就是服务所有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乐。项目开盘的时候，恒大曾承诺给住户提供100亿航母级配套，包括5星级酒店、饮食中心、健康中心、运动中心、儿童王国、商业中心。不过，记者4月走访小区时，健康中心和运动中心并未全部开放。商业中心目前主要经营的仍是餐饮店。这个温大叔受访时感慨，住在海上威尼斯只能养老，但养老也要养啊，所有的东西要供应上来才能养起来。现在生活区不成熟，交通不方便，教育医疗都没有，10几年下来，还是几个小饭店小打小闹。最后他们得出个结论，说你要是住在这里，环境还是可以的，但现在你要靠房子涨价，这是不太可能了，就死了这条心，就套住了。实际上恒大搞的这些大的工程，不是海上威尼斯一处，这个赫赫有名的海南儋州的叫海花岛，那个规模也不小，那是造岛围海造岛搞的项目，后来差点把它炸着了，要恢复原状。现在整个的海花岛项目被政府接收，这是恒大干的这样事情很多。实际上国内开发商光恒大一家这么干，刚才说了融创，还有咱们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基本上只要有开发价值的都在开发房地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鬼城。这个咱们也经常看到媒体报道，山东的威海。更有甚者，不光在国内搞这个大项目，碧桂园在马来西亚还搞了一个超大盘，很多人以为那是新加坡的，实际上它属于马来西亚。你看它的模式都一样，挨着一个大城市，无一例外，这些超大盘都遇到了麻烦。我认为他们这些开发商不仅高估了经济增长的这种持续性，他也高估了这个人的购买力。这些超大盘暴雷也是一种必然，所以说它更像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缩影，它不是几个开发商这种叫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我刚才说了，1、2线城市这种现象还稍微少一点，3、4线城市人们称之为鬼楼。如果连片，大家就认为叫鬼城，也比比皆是。到了晚上，那里面静悄悄的，黑洞洞的，一栋楼里面只有1、2个灯光。这个是已经盖好的房子，那还有很多在建工程，还有保交楼的，要把它盖好的还有多少？已经盖好的都是鬼城，卖不掉或者没人住。那些即将保交楼要盖好的房子，又要卖给谁？我们的城市化已经到了60%几了，美西方最高
高的恐怕有70%几，平均也我们现在顶多还有几%，那几%也不是1年2年，恐怕也要很长时间。现在这个进程要加慢了，有很多专家的已经开始逆城市化，鼓吹去下乡，不就逆城市化吗？不管它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会导致城市化的速度慢下来。即便我们目标是75%城市化或者80%，那最后的10%花的时间恐怕就更长了，因为你的速度慢下来，还有逆城市化的，这些都会导致你的房子过剩。就在恒大海上威尼斯啊，50公里外的上海，这个5·1那是热闹非凡。根据媒体报道，上海5·1假期看房过节，新房市场供需2万。你看，它跟恒大海上威尼斯，那就是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个是叫朱门酒肉臭，一个是路有冻死骨。说今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共有9个新项目被触发积分，也就是楼盘认购人数超过预设比例时启动的积分排序机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总体延续去年4季度以来回稳向好态势。今年1到4月，新房累计成交204万平方米，同比增加5%。有分析师指出，中高端改善型房源更受青睐，推动市场价格稳中有升。有很多人已经发现，现在这个楼市这些数据都非常不妙。虽然我们说叫止跌回稳，但数据似乎是不支持，而且最近各个地方楼市似乎进入了一个政策的静默期。尽管咱们各种会议都强调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的态势，地方和各个相关部门也一再强调要实现房地产止跌回稳，但是到现在为止仍不见，也就是没有看到什么重磅的楼市支持政策，更多的还是什么下调公积金、什么反税、什么延迟还款等等，对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让人感觉这工具箱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工具了。所谓的狠招不见踪影，狠招实际上不是说拿更多的钱去收储，而是对这些韭菜进行补贴。想来想去，确实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了。本着这房子让韭菜背走，那才是化险为夷，那才是叫软着陆。那现在就得想办法让韭菜愿意卖房，让韭菜买得起房，让韭菜把这个麻烦背走。所以说来说去，加大给韭菜的补贴力度，除了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